琴晚瞓得好好，咁而家我就要食得好好啦，馬上落嚟食個中午。喺酒店下面呢一間非常方便，隔 lift 一出就係呢個御蓮宮啦。呢粒番茄仔好食到飛起啊！佢呢就剝咗皮嘅，然之後呢就好似有啲話梅粉嘅味道滲入咗入去，不過只係俾一粒你吊癮。呢個雙色富貴蝦瑤柱餃個樣都好得啊！自己嚟。黑豚肉枸杞花鹹薄餐，個皮好脆正。呢個魚子醬百花金絲帶子酥，啊幾翹口啊，不過好好食。牛肝菌玉米素腸粉。紫鍋石伏花雞松茸湯素菌小籠包，呢個係我今餐最鍾意，真正平靚正，都係105。食完飯出嚟行下先，咦？睇下呢個幾得意喎！呢個展覽記事感係咩嚟㗎？咦？你睇下，睇佢唔到喎，有乜嘢啊？咦？有個銀仔喎，睇下先。哎呀！捉佢唔到，摸佢唔到嘅喎。哎呀，好得意啊！完全摸唔到噶，但係見到嘅喎。點解會咁㗎？佢用時間編輯對感知邊界嘅探索，模糊咗真實虛擬之間嘅界線，令到觀眾入咗個充滿冥想同靈感嘅影像境界，感覺到如夢似幻，挖掘潛意識嘅深層結構。呢種藝術結合咗想像力同埋科技，創造咗夢幻嘅畫面。帶你入咗自己嘅內心世界，探索感情同思想。大家不妨嚟感受下啦！不妨嚟呢度睇下喎。5月15號、6月28號，2025年。